韩国来看，天意界嘅慈善名全国少年野球锦标赛，大家热嘅初六为头，俩提前个性野球教练慈善名嘅故乡美浓来举办。今日係聽到相關係美濃抗人嘅體育主播辭電年，用靠法來做傳播。主辦單位希望用呢個法度嚟更加嚴肅，用安尼精彩嘅體育比賽，繼續來發揚慈善名嘅精神。好野球、愛野球、無野球就什麼攞飯、水麼攞高的野球迷，大家好，乃係慈善嘅。用佢一定有精神、用熱情嘅講法方式，撈佢一定有名嘅方言，用客話來同所有觀眾上家門。173年頭擺挑戰，用客話來轉播野球比賽，讓啲片寫啲副卡，用心做好準備。一直看客家電視台，先用聽的，然後另外呢，也跟我的爸爸媽媽來這個討救兵啊，請他們來教我一下到底一些棒球的一些術語，或者如何用比較口語的方式，用客語來轉播棒球賽，希望會是蠻有趣的。體育界都見還記得其中對野球運動貢獻，今年來參加比賽隊伍，亦係對去年嘅32歲增加到48歲。比賽規模見來見睇，慈善名嘅本用且擁有動感通。一擺比賽和頭擺結合嘅作文比賽，希望一條實現數得知體育迷都遠遠的發展。我希望這個夢讓孩子有更多的期望，那也是讓一個徐總當初給孩子的一句話，就是穿上球衣永不放棄。那我希望這一句話成為孩子心中的一個很大的打球的一個目標。希望說這些小孩子打球，我個人的認知是，會運動的人，他們的那個什麼頭腦都很清楚，所以我才會加上很大膽的加上一個作文比賽。客家電視台每為現場直播激烈的比賽，但結合用路一道多媒體平台，為提供韓國即時多用的觸看方式，好俾觀眾隨時掌握比賽實際情形。希望到為這個看球員精彩表現，耐久就有好看。除了我們頻道的轉播之外，我們也在影音中心、還有 VOD 以及 YouTube，然後再來就是剛才有提到的手機平台。當然，博斯也是一個我們很大的合作的對象。當然，我們希望是用鋪天蓋地的方式，讓所有的觀眾有機會，你能夠接觸到這一場球賽的，我們都希望能夠接觸到你。主辦單位除了配合行銷朋友落配的一道美濃菜體嘅農體產，還用因為客家元素，為參加比賽選手參加客家人節來比創意，還用心做嘅引導其中80後嘅球衫同球鞋，為後生嘅運球記得一啲球迷習慣調度運球嘅野球魔術師。客家新聞分析分成組特別報道。